內地嘅發展速度確實非常快。我哋對接內地嘅發展咧，我哋要提升我哋自己嘅速度。咁當然有好多工作上嘅嘢啊，譬如話政府內部嘅行政措施，以至到社會喺政府諮詢嘅時候嗰個反應啊，咁我哋需要幾長時間。所有呢啲嘢，我覺得我哋都係要檢討一下嘅。但係總歸一句嚟講咧，因為內地發展得非常快，如果我哋跟唔上內地嘅步伐嘅話咧，我哋可能會錯失同內地合作或者我哋貢獻我哋香港力量嘅機遇。我哋嘅優點係非常突出嘅，比起全國嘅任何其他城市咧，香港都係一個高度開放、高度國際化嘅城市，而且咧，香港喺國際社會嘅被接受程度同埋個認受程度咧，都係十分高嘅。過去嗰一兩年，大家睇到嚟香港經商、工作、旅遊嘅外國人咧，亦都越嚟越多。咁所以香港嗰個國際功能咧係十分突出嘅。呢個功能咧唔係淨係經濟貿易方面嘅功能，但係經濟貿易當然係重要啦。但係我哋個人民交流嘅功能咧都係好突出嘅。出現過一啲國家安全嘅問題落去呢，我哋都唔能夠麻痹大意，認為呢我哋而家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嗰種理想嘅環境。咁所以我哋兼顧發展嘅需要，我哋兼顧我哋呢個開放嘅特質，同時呢，我哋要注意國家安全嘅需要。